呀，各位聽眾，嗰個在環境人都真係是聽邊啲好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哋講嘅話題是身軀膜，身軀膜介紹我嘅這個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到啲 Google Meet 下邊嘅特別嘉賓是裝咧，諾肯是阿三laksa加半鹹甜。半鹽甜 ，OK，咱老人到底邊會看到咱嘅 split screen， 反正咱三人啊，咱老人我一人呢，咱老人是邊嘅地，然後個 clubhouse 上面嘅 clubhouse 上面常常講嘅是炒米粉，唔知困有未？炒米粉未困過。講愛困啊，但係你冇困。你那是有無困咧，佢使 chime in。然後 I think 是記子是困咧啦，我看伊困埋啊，記子困咧後頂啊龍困咧，南西I think 個第個個第個。我食掉唔嘅，我冇困咧，我食掉咖喱咁薄椒，即係咖喱卜啊！我就有。我見咩都聽緊，我一 episode 本啊，episode 都本聽緊啊，唔記咩。然後我食咧，我去困咧，我只留啲正常講咧。OK， 然後個有蘑菇困啊未？我看是困啊，蘑菇困啊。然後個有清官老直，歡迎。Hello。然後個有即個真久無來啊誒，你買幾杯399歡迎。Hello， 我來了。真久無來，定住我講香蕉嘅事都無來啊！我講，哎呦，這個399應該講香蕉嘅事特別來講你嚟告訴啊！我講香蕉無相關香蕉。你買幾杯 ？OK， 你接到，有片。你會聽到，你會聽到。買幾杯嚇 ？OK， 我講另外一個我未記錄個，另外一個我未記錄，另外一個是錄緊啊，錄講幾杯。你好笑哦！我未錄到，我特別記錄啦。OK， 當今講會講身軀膜，所以我會學 OK 來咧學這個就是成講寫落嚟古無對嚟啊399身軀嘅膜，我哋這禮拜。So 你身軀嘅膜嚇，你家己啦，本身嚇有膜就係咩？冇咩膜啊？你手膜？薄有膜了。薄膜。薄膜加夾碟膜。哦，夾碟 OK， 夾碟膜，所以夾碟膜你有版呢個時候生。版啊！哦 ，sorry 啊，我未接受你接觸嘅啊。我甲你講，我頂過之後，佢都講到夾碟膜，會使講嘅。頂過之我人去Paris 錯嘅我講，我唔要講 Paris 錯嘅我巴黎。嚇，所以我人行，是真熱啦。所以嗰啲人冇是青無手，我嘢反正3件6件來嘛。其實後來我到咗一個，你再講一個路邊真濟迄種fountain 會落餐新煮嘢嘛，係煮嘅煮嘢反正嘛，然後我嘛去試咯，然後就就我徛喺外邊啊就，我當時我冇注意就我看者，係咪一開始一夾啲阿爹有烏嘅大物件咧喺度，然後我看咗好似一撮嘅膜，拖出來，冇鐵冇板。有時下一撮膜拖出來是路邊，我有嘅是真係大撮嘅那款。只泡湯是唔是就啲 berries？ 反就啲法國是唔是怪泡湯？是啦，古早啦，巴魯安尼 modern 了嘛？咁了人冇食，都愛前期，都愛水，我唔知啦。了我看了我梗係未接受啦。了我就咁樣少少幾隻病啊，都夠話講。看，一撮嘅膜。我講你咁樣帶我食多撮嘅膜，你講法國嘅查某是安尼，反正我講是啦。你講你無看古早戲咩？古早戲對啦。你講迄種三角片嗬，
阮是有诶喎，樣嘅查某就是安尼款诶喎，我毋知是樣诶 trademark 還是啥物。哦，當基本興到對啊，哦呀，無題嚇，當基本興到對啊，有啦。哦 Yes。OK，特別是三角鉗，我聽無。三級片就是垃圾戲垃圾戲，blue film，垃圾戲，พ啊，point 下，哦，誒特別嗬，我俾每當看，你是特別，你講你未接受講查某甲條毛無甜啦，那伊是那是大波咧，大波你會成個無搞。我們無，阿咪大波樣價值是無甜嘅嘛，特別我們未熟嘅，我是戳，個多戳安尼。哦，所以你特別 trim 淡薄啦。你係 trim 淡薄啊，即係清官鬧隻，你未講咩清官鬧隻？無，我是講是看的，我感覺唔似，我唔知美國是安怎啦，但我知是 Asia 是價值是問題嘅，but for the last few years 啦，include 我家己啦，我家己都 because 有提了 ，because is a hygiene 嘅物件 ，because 古邦是你無提是可能I protect。你會地病嘛？但你看你有衫有褲，你無提吼，有臭味呢種物件就，所以你我都是提啊。你成日講你做路成嗱，較抓你有毛了，抓了變做成流汗酸嘅，你看那是唔是？所以你提起啊，是你話啥感覺就較通風、較靈利、較好吸攝嘅。對啊，較係轉淡薄啦。我定當阮是無嘅咋，我定當嗰時我會記。叫做 manscape 嘛，我唔係 manscape 嘅。哇，雜波是係咪 scape 咧 ？womanscape， 但是講雜波是 manscape 嘛 ，manscape 就是講成天你誒即係底下邊加你個啲身軀啦是有毛嚟講，你就 trim 啦。所以我當當時我當然我有夾頭毛呢，我都有 trim 啊個啲，我覺得少有毛，唔是講貴貴 ，because 天無毛嘅嗬，伊就夾底嘅，所以我是 trim 才較底呢。แล้ว身軀本上身軀加我ขา毛成無面，點解我ขา毛咁白嘅就我嚟美國嘅嗬，我唔知是唔是點清背嘅事啊。我前輩嗰啲 area 個了啊，無毛曉。我是唔是前輩啊？但係前頭我變做頭一般我毛落個了去啊，無毛啊喎，點解有毛啊？但係無啊。哦，我前輩嘅 area 呢啦，但是無前輩嘅 area 頂面去嗰個淡薄毛，所以我 trim 咪咯。我等你摘掉啊，得嚟個毛。你有時你講啊，就無人 start 無剃即個啲毛，就毛有幾時？但是你個幾愛啊，我人無，阿咪家姐人是剃啊，我唔知啦嚇。based on 我知是家姐是班嘅，你無咪剃嘅，因為你剃啊，嗬生出來是淺淺嘅。生個。แล้ว冇伊淺淺嘅，因為你毛，你也是用剃啊，像個你薄薄毛，你是用 shave 就是剃嘛對。啊對，是會淺淺嘅，所以你就愛去 wax 掉 ，OK？哦，板呢，尋鍵板起來。特別毛都用板咯，嚇對。哦。所以成個樣，成你樣。特別你成馬路就係一樣嘅 waxing， 我唔是干那邊呀，伊 body waxing 本有做啦，面嘅本有啦，手嘅本有成個樣按摩加個有叫嚟哪樣嘅毛加濟嘛，唔加粗嘅嘛，所以樣就樣有陣時樣手樣都去做 waxing 嘅嚇。啊，對，較白，伊唔是，我唔是粗本嚟較白。我無數，你無是甲毛身軀毛？白無。我無做甲大波嘅，伊 chest 有毛。哎呦，兩你紅咧？你睇看你按摩戲啊？嚇，你紅咧？你紅有毛喲？毛啦，你紅有毛喲？伊個先光頭。無啥直接，你淡薄你 OK 哦，還是你特別叫伊剃本？你叫伊 trim？
淡薄話 OK 啦，因為你未 feel 到嘛。你再講迄種按摩啊，你看按摩戲哦，讓情種衫拔得呢一鬼一戳出來哈，對，係你未啊？出來，係你我未接受。哦，我就是要知咯，because 有人是turn on 嚟嘛，有冇？對啊，有人是解。然後等我未，冇我未。冇，哎呀，毛菇拍真個困起啊！我毛菇就俾佢講嘅一個啊。你別人咧，別人對性冇嘅啦。冇啊，男仔咧，男仔你看對毛，有看身軀毛係咪看法？你手毛？看人啦，是個人是真正嘛做嘅，成9月16號我去邊個食飯去裝嘅都 OK。係俾佢哋個人咪是骨骨嘅，我看到個了。嘛做個人咪是骨骨。就是咯，做咩嚇？大家食人個都骨骨啊。Asian 嘛，第三嘅嘛，嗰時 Asian 就係呢啲嗰時條你一嗰時鄧冷冇毛。係咯，幾年淡薄食個多邊咧，你就知咯。我多邊，誒，特別嗬，我睇看人啦，唔是大人啦，看人。特別你講人，我知就住隻睫毛，阿龍睫毛啊，阿龍生我冇咩？阿龍隻睫毛，哦，嗰住啊，係你三百八針喎。嗰隻搭波會發跳嘅咧，嗰隻有毛。嚇，有超嘅嚇，對。有超嘅。特別我毛有啊，特別酸咯。睫毛咩300針係呀。是300針咯嚇。有咩曬了嗎？係咧。有咩曬了嗎？我會記伊寫隻卡毛是不是？我唔記啊。叮當我卡毛冇隻隻，但係講嚟邊個啊？情報有啊，係情報 area 貴你冇毛嘢。我卡我超。結個了無毛誒，哦，你無毛誒，你，我不是無毛，我卡無毛誒，我結個無毛本誒，我卡特，我結個無毛本誒，有毛毛嘅咯，我卡是。你將嘅時有幾條啦，我就被條落條嘅。我你會想啊？10幾歲我就結個了無毛啦，當見我卡，我當琴我看我卡啦，無毛誒。我想你明成日講佢班個隻毛係咪物件啦？你佢直到人講嘅超有毛嘅了啊，我無毛誒。男仔，卡個了無毛誒。我卡超本無毛誒。個碟有啦，特別卡超無毛。因為你靠 enzyme 嘅數嘛。我睇先靠，你靠 enzyme 病冇無毛嘅細嚟出嚟。哦，แล้ว你卡啊不啊男仔你個碟毛是用一個 tweezer 板嘅呢，還是 wax 係咩？還是你只係生攞錯？用呢種。查某迄種會剃刀剃了咯。哦，所以你剃啦。有查某會剃刀嘅嗎？我家見啦，我聽到查某剃刀，我家聽掛掉。冇聽咩？你剃啊，你未成個淺啊，即係啊。冇啊，冇聽啊。冇淺嘅先錯。啊，因為錯了，你個碟，我就是唔敢剃我嘅個碟，我 trim 呢。冇，因為真少嘛，所以本冇咩關係咯。剃了本冇垃圾錯，因為真正少。哦，冇講就係。啊，是講少未錯，是講你剃啊，睫毛節啊，就錯去啊，同時嚟一個生嘛，一生就地啊，所以是嚟淺嘅咧。所以你咪是特別，你那是買剃啊，生出特別我未有我啦啥，我那是剃我特隻夾帶嘅，我不 try 佢一刀呀。四條係冇？我話 try 佢一刀，我頂到做咧。我係想攞嗰個冇剃我，本是淡薄呢，少。哦，所以你冇講隻睫毛啦。攞嗰個冇剃本淡薄呢，個等淡薄呢，冇講是冇啲邊講冇嘅。未使講嚟啊喎，未使講，未使講你毛，辛苦毛。哦，有毛。你剃你嘅個睫毛，還是生，還是可以生？我用 epilator 嘅。epilator 係咩啊？哦，好了。係咪？machine 版就 laser 哦。一挑出來，是 NFT 版，挑出來。我見下我你都冇毛，你嘅嚟版入面毛，你都冇版你薄薄啊？我冇毛，我用下你啊！我想冇成毛咯。
哦 ，maybe 俾啊都冇毛咧，你咪用。你用 no， 你用 epilator 嗬，你用菇咧嗬，嚇，伊係冇毛去。哦 ，because 伊 Q 伊 follicles 啊。伊是幫毛嚟，伊是幫毛，特別 in a mass production 嘅幫毛。哦，誒好啊，你講下啲。one time 裏邊好。你係聽班嘅是？毛人咧，你係先是我古早時佢說卡，我有 shave 過，卡細漢時未曉嘛，老伯嘅剃鬚嘅你多啊，我看你剃嘛，所以我日嚟 try 看我卡咯，所以我卡有毛咯，所以我用我卡 at first 我是 try 卡先 ，then 我家家 try 個掉伊咯 ，try 2刀3刀過咧。關事啊！講就甜啦，你 get used to 關事嚇。Sorry，我阿莫包嘅話黑格奇啊，because 我成個冇用，我強住嘅。用嘅你，我聽過有人講，你若是直接用 epilate，right？後背意味嘅 EPILA。你 just type EPILATOR。哦 ，brown epilator silk appeal 9 flex。Actually，我用嘅你咯，我 I think 我唔知用辣椒蓋還是蝦米。and 佢就我是攞嚟結啲嘅嘛 ，because 我係卡咧佢冇毛。冇一嚟個啲。攞嚟個啲。你攞嚟個啲，我冇住嚟個啲。And then like it's I think that is like 攞掉呢？會掉你看你啊？怎麼會掉佢水掉 ？Because 我知我是用 tweezer，然後我係算嘅嘛，用 tweezer 係，那時我都是嚇掉，然後我都是聽人講，你用 epilator， 你用了啊，伊會來就少，有年我用在6月節8月節，所以冇毛去。後面睇哦，哇！呀，有年係你用 epilator。 invest 個賺唔invest 個賺唔多，你老咧冇毛嘢啊，一邊冇毛嘢，所以你明白咧。哦，大部分時咧咩是跟阿查某呢？伊荷爾蒙有傾差。我小冇咪明白 enjoy 伊版嘅毛，耶。伊是夾嘅，一轉嘅，一轉裏邊，哦，我看到介紹影樣，一轉嘅，然後伊面對伊是鐵裏邊，伊面對咧夾，伊嚟就讓你咁砰，伊邊一轉時咧，伊喺裏面鐵夾路咧，就轉過去，成個一個連環翹過來啊！所以咁樣，伊成個你加炒麵嘅，特別唔是加海斷，伊個都扳出來。你頭用嘅是聽。你用幾刀了，你就關事了，就無咩聽了。Really， 我感覺是真正好嘅物件嚟，這是真好嘅物件。你若是會使板嚟講，你若是講你已經嘅 tweezer 板了，你咪是即係咪是實較快呢咯？個你板實到個你板就係。OK，你捌看過有嚟查某啊？我未有個掉。毛伊結啲係配上加嚟雞皮啊，可能一粒。係你就是伊人有陣時用 tweezer 板啊。板菇咧，所變人會攞用 epilator 一倍。哦，我都是看到人想，但所以我講，แล้ว人甲我講，你若是用 epilator， 你袂變雞皮，然後我去買 epilator。哦，有。I see. Okay, epilator，大波會使用不了。I mean physically 就冇 difference 嘛，我成日講唔知毛係較粗係咪？冇，我阿妹俾嘅事啊，我問我朋友咗 ，because 我朋友伊是 CRISPR，伊甲我講，伊講你用 epilator right， 伊是 gentle pulling， 有人用 tweezer 有陣時人玩唔好事啊 ，that's why 你會變雞皮。伊講 epilator 啊。and 你若是用 epilator， 你袂使等到成一撮。若是講你是一撮，你別卡開底，伊把你卡下。And then 伊講，你 epilator is a gentle way of tweezing， 所以伊袂傷到你嘅。了我講，伊人伊 advertise 講你用久了啊，你毛會較少，是有影無影？伊講有影。伊講 because 你若是講你直直扳咗，你會迄個啊，怎講啊？迄個頭啊變生，迄個毛，迄個毛卡。
伊嘅迄個會死去，伊死了 ，that's why 伊袂 regrowth。我甲我解釋。誒，我會記我有 ，because 我是係咪我嘅身軀嘅毛上面，我係 just 有淡薄幾那條呢，特別我會記我有嘅是到底我係咧，你知有咧啥老人咧，看到底領頭邊啊面生毛咧，幾那條，我知哦，淡薄。你咁樣咪搞嚟看？我家己。廿十六歲，我看伊要嘢出，I don't think 查某有零頭毛，特別即個無毛啊不，即個青軍老隻。我是冇啦。特別你捌看過人身軀有毛嘅人，我零頭毛喎。有啊，零頭一定有。零頭毛，佢唔是講，伊唔講雜謝，哈哈哈，有啊。然後我冇暑假，我冇暑假，你咩事？嚇，一叫毛嚇，佢生毛出嚟，這個以後佢長毛了誒。我係零頭嗰邊邊要毛毛咯。然後伊毛嚇，我講聽做咩事我冇暑假，因為我就冇講。我就只少講就頭三面，所以我唔是講 aesthetically 冇事㗎。我係伊就是我穿 T-shirt 嘅時啊，伊係 Q 我 T-shirt 係 Q 我嘅毛啊嚇，然後我只 sensitive 只聽下板嘅我毛呢，所以嚇我係紅嘅，我們是個只先過頭，我們只隻毛嘅，伊唔是真嘅，because 伊 T-shirt 係成 Q。yes 對，伊 T-shirt 係薄聲係。補到我零頭嘅毛咋，所以我補到我零頭毛喺度聽，所以我撳完啊，我看到後邊就得落有時，我就夾對咗個硬硬，我唔講就係謝啦，所以我咪是頭先嘅，我拉薩成日冇較少，基本啊我拉薩上個叮當啊，你成日去做 waxing 啊 ，waxing 箍嚟了，因為做嚟做白聲，做嚟做焦嘅。我做 waxing。卡毛嗰個點啊？waxing 咧特別就估做一刀咧。I think 伊人講啦是打係那個6禮拜咯，特別你個去 wax 啊是你去 salon 去 spa 做，去係你成個人做指甲啦，你 mani-pedi 啊，係 spa 咯。OK。伊做做嚟做少啦，往時我門剃啦，我係卡毛啊。所以你若是實講，你未去到 SPA 時，你都會使看到等者，你冇去過，你就使家己剃者啊。你特別因為做 wax 時，有唔是特別 at least certain length 應該會使扳掉咩？伊袂使上掉掉，你就可以等南部啊，應該涼噶嘛。你這邊就等咯。Like maybe half around 1 cm 啊，1 to cm，冇1 to 就得，1 to cm 是一寸咧。1 at most 冇咪是一寸，1 cm 是半寸啊，冇夠一寸啊 ，less than 半寸啊，3/4 inch 啊。then 我會問打波，啷個直接打波嘅這邊？1/3 inch 啊。即個青軍腦脊，你嘅身軀咧？你身軀得你有冇？本體我卡毛是真似嘅，我感覺人嚟鬧啊，外國過後啊，我毛成甩嘅咧。對啊，我咪是想。你是唔是青波嘅數？毛是唔是阿古邦？感覺是啦，即係我話青藤褲啊、青梅啊，我係卡毛啊，你就洗卡毛啊，本體真流咗，你就我講流咗咁馬路啊，更嘅咯。我有影我老師甲你講下，我等陣看我 video 先，我走慣，我係卡哈，哎呦，跟住 try 過，我未記係領下，變領我未記，等我，我未 switch 過咩？看到 Clubhouse，當然我就看到 Clubhouse，冇你看 YouTube 啊，還是 Frozen 而家，maybe Frozen。OK，等陣我去夾你片，你應該啷個到啲 YouTube 嚟看 ，share body body hair。OK，然後我 edit link，
OK，我评论一下，我要去看我嘅卡，等我看啷嘅，我係看到啊。A 嗎？我是 YouTube，但我到 YouTube 個，你到 Clubhouse 度，I mean 你到 Google Meet 度都會看到。所以我係卡下，叮當嘅時候，企起來，等我摸，我真係走開嚟，講我死等人啦。摸，我講唔摸啊，你知咧？走開。我係卡下。摸面摸誒，係 dolphin 嚟咧。安人嘅，喲，那是我走開嚟講，這 episode 就 cancel 去啊，講啊。So 你看到啊？這邊佢會 focus，等陣未看到，冇看成冇摸咧，你真係直接講最冇。啊嘛，撲機。阿 John 是唔是？阿 John 是唔是 patchy 摸？patchy 摸。嗱，這邊咯，特別係冇咩快掉啊，冇咩快掉。特別我有摸這邊，叮當嘅時我摸哈，是落到去我。這邊冇摸嘅咋，即是我卡啦，ankle 那邊啊。特別當劍橋，我前背，你知我頂到 winter 是前背是起過來這邊嘅嘛？這邊就在去，一啲嗰粒冇摸嗰粒嘢。我前背嘅 area 嗰粒冇摸，我是感覺到是呢 winter 嘅時我人前，我到厝時我前 almost 點前條背咋 winter 嘅時啊，我夾領嘛。So 我嘛是。是哦，嚇，I think 啊，咱有前背嘅 area 啊，伊個背啊。唔知是伊拖着伊摸產品唔知啦，變咗無摸去，我而家只只無摸嗰條橋啊，嚇，伊是擼，呀，伊而家擼嗰條橋，對，我啦先頭是講擼經驗，我係想，但係是對啊，我是諾基卡本身啊，我是想翻，我把擼嘅卡冇冇，你拎件事你情樣學啊，個無常我感覺，你情樣想你行拎你情嘅時候想真硬嘅樣，你成日 Long John 安尼聽到啲，但面 thermal 嚟安到位係，對啊，我就感覺到something 嚟可能，我感覺到佢崩咗去啊，而且我冇時感覺到事情係你啊，佢一推摸嗰得出嚟嘅去啊，阿摸包特特啲情會一卡摸到，我是哦是咩？到依隻摸啦，一卡將字摸，哈。有可能因為呢隻節目咧，所以是我冇講隻節目咧是即係手冇橋，我因為我陣時咕冇摸橋咋，較關啲 between 為你嘅話，你在情報嘅height嚇 ，between 為你嘅情報嘅height下邊有淡薄 one small patch，幾條呢？我感覺我們是冇講隻字啊，我看到對我幾條呢？拉了哦。喂，特別喂巴哈邊個有個，喂巴哈，我去看到喂巴哈有到淡薄冇，特別 actually 好遠，但係 camera 冇咩 capture 到。係咪？兩模咪，所以兩個 man number。兩模係咩？哦兩啊，你想夾佢隻模嚇？兩個模夾個隻模。誒，等陣，住人感覺到有模啊 comment。有人成，特別有人成成就是要。我覺得是 at least 打波愛打波摸啦，唔係太。打落去咧，你俾打波打落去摸。係下摸 at least 有摸，個啲摸打波有流好話咧，唔係太唔係錯成個等個嚟分啦。對 ，train 那麼，佢第一那麼，佢下摸愛有下摸就都愛有下摸，個嚟是什麼好啦。一頭卡比查某更加骨啊！我卡，你看，但我都看到我卡有影成比查某還骨啊！我看到是啦，阿娘嘛，你冇。唔係，我卡就水，等陣，哎呀死！我差唔多嚟嗰度走鬼。哎呀，我唔係。骨啊，夾夾骨。女仔第三年，阿 John， 你卡第三是啊，第三年，成超人。I think 我卡邊路該卡個背個。你講乜路啦？我梗係好笑啦。我是查某，我卡邊路個背個。講你看起來呢啦，我係裝計看，你看到我係卡。你係卡成個人嘅手嘅呢，細時候幾啊種。講你邊個？嗱，你邊位手嗱？嗰度。
我你阿明講我卡邊話我你話多啲。等陣我企起來先，等我企起來人看。我那是照顧我而家講。好啦，阿John 卡食乜水？哈對。特別新喎，細細機喎。啊，新。我就要企到啲咁，哎呀，我未看到。你是唔是青蛙啊？我青蛙，我驚我照顧呢。照顧就是咯。你青蛙，但是你青地殼你嘛未照顧咯。是無我青蛙，就是為咗買青地殼，我夠買。Malaysian style。對。我冇青地殼。我什麼時你叫我青地殼，我就放工對嚟，我頭前對嚟就是入厝話摸青蛙了。你叫 work from home 是隻小。嚇，是而且。我嚟就搞不來掉。OK，咱咪講到啲我係琴日啦。OK，百位啊，即百位摸個，嚟你講啊，係無摸啊，無摸，唔是無摸啊，老姐是天官老姐。所以你講你卡無咩摸嘢，特別你身軀咧，身軀百位有摸，我身軀百多邊有摸嘅，百多嘅。無啊，白佬有幫我規身軀真少摸是卡較濟。哦。你頂到咧？你講身軀頂到嘅事呢？個少年時，個細漢時。我少年時都是真骨嘅。哦，你接落來無摸了啦。身軀接落來本無摸，零頭本無摸。對。哦。夾條咧？夾條咯，就是夾條。所以夾條你 trim 咯？夾條我點解冇去啊？冇啦，夾條嘛，你招去啊，唔使夾條甩去啊。哦，我夾條 trim， 我夾條是我夾頭毛嘅時我 trim 嘅。啊，嘛你冇乜留咗啦。啊，即係你插幾條咧？當你夾頭毛嘅機有教你按夾頭毛冇？有。太 gross 啦！唱公司啊，咪見。要想咧，哎呦，摸，你摸嘅咧不是想嘅，但係嗰個就半嘅咩？你只是我教嘅個碟摸嘅數。sorry 啊，陣間講下，其實講我其實你去vacation 時候，我叫你 shave 我個碟摸咧，嗬，係你 shave 我按部嘅嚟 shave 你。呢邊啊。我最驚是係咪就人甲我講啦，人查某啊老嘅時候有臭臭，我真驚有臭臭。我冇看到有啊，你 epilator 有時候你啥，一下佢班你老人嘅臭臭嘅。啊對，是你冇包括黑格。特別是散散嘅，伊冇像一些隻 pencil 嘅那款嘢。哦，所以就比貴。我真驚我有臭臭。伊人講 especially 查某，你過了 menopause 有陣時會有臭臭嘅，我真正驚。嘛班的啦，別講只字嘛。了插幾條呢？插幾條毛，但我看插幾條實是有毛嘅，我看伊款。喂，伊無講真濟啦，但係伊卡毛較濟，伊卡毛 QQ 嘅個，伊卡毛是。哦 ，green 身軀是無蝦米啦。身軀無啦。伊零頭有幾哪條款咯？你有班咯。身軀無，但係零頭有幾哪條款？你來一隻一定會是一路幾哪條款啊？成3、4個條6條款啊？真少我看幾哪條款。頂到我有較濟，我班去是因為我一看一隻跳啊，是我聽我班去。我頭是唔知的，我想我係咪屬我 muscle， 成個我只成個 nerve 呢，你感覺就成個你筋啊，啥物物件，那原來是 Q 到我嘅零頭嘅毛，伊唔知 rub 到，伊唔是講佢 Q 到伊咋，伊唔知 sometimes 是壓你毛嘅 direction 後，唔知佢步上 direction 後，伊變咗成聽曉咋。你話慢慢一無毛都冇聽，你同樣關係你看到我曬出淡薄就班，曬出淡薄就班，咁咪就較少去咯。夾隻咧？夾隻仲夾隻毛。插幾條嘅頭毛嗬，一講先。嚇，插幾條頭毛咗？插幾條嘅頭毛嗬，你當見度假打。哦，你毛咧係你打波嘅balding嘅 pattern 啊。But that's natural, right? Kalau 打波嘛是安尼款，你對唔對？伊嘅嗬，唔是，但我玩笑應好難看。哎呦，講個就應該個 demo 玩看。
伊錄得真正食啦，真個哩嘅。你伊無插無，還是伊有啥介意哦？伊無插，無 actually 伊唔是插無插，伊是伊愛博達個了，伊會伊愛學伊博達個了，伊無應該伊無暑假生活。哦，伊是較方便個。所以啦，啥較方便個之後無毛。伊愛話咧，伊愛頭可以博達加骨骨起來。我個袂喎，我頭個無水喎，我會記我頂住我頭。哦，patchy 哦呀，對，我冇看到。等陣我看，哦，有 design 啊，你看你真無算。啊？有啥 design 啊？你看你。有去看，我去看logo咯。伊有去有去看玫瑰 doctor just 講is 唔是蝦米啦 ，just 伊叫伊去看看迄種蝦米啊？伊講做係唔知嚟蝦米嘅。對伊咧 is not is not life threatening， 伊就咪關伊咯。所以無插啦。你成個 Appalachia 咯，就伊成個 Appalachia。哦。呀，特別唔是啦，老官款。係咪啦？但係 conclusion 是 not life threatening， 伊就咪關伊咯。特別即是 normal 嘅。安款嘅 ball patch 啊，是因為你 stress 嘅時啊，伊個出現嘅咋。然後你無 stress 嘅話，伊個就寫到多啲。因為我本有。我本有啊，就是。我都是正嘅時候，我攞過一整。佢錯成坑氣啊！對啊。嚇掉啊！我除掉小可能看快掉。因為冇是為生命嚟。我嘛是啊。因為冇生就一萬。特別好，特別。我同樣看到，我就接觸冇冇。等我 try 看，我 try 看，我換看。聽到 ，because 我直直翕相影都就，因為我想講，因為我家己加頭毛嘛，所以我想講我加頭毛時加到 accidentally 伊迄個trim 小，trim 對，我想伊 trim 小姐一變做 trim 一坑去，我唔知，所以迄個是攞幾節，唔是攞幾節，我是差唔多攞幾節較加整時掉一刀啦。然後我就是想講，這個是蝦米咧？安怎我無打一打動？你講嘅 stress 啊 ，maybe 是我你看下。我 try 看。是 stress 啊，因為我一直我只 happen 到了，伊 under me 啦，看袂到啦。我嗰時我冇注意到啦，我是去做頭毛店嘅時候，然後伊個人，我是去個人誒 salon， 伊就我講後尾所謂頭毛這邊一頭正個坑咧，睇翻生出來的。然後我對佢做是 hand 嘅時候，我叫我就唔是我係我俾翕相話，有陣時成一打咪反。嗱，你當然 BDR 看 ，BDR 看我小英，你看到伊一坑啊，差唔多啊個600錢呢。伊摸響，伊唔是想講我加底起啊，伊底起摸，伊是骨起幾大，骨起無摸起啫。嚇，了。貴達骨了，我講是啊，無毛咧，我講唔知是唔是唔知有病，什麼皮膚病啦。然後我就講如果阿皮下嘛，嚇對，嚇對。然後我講我等看我嘅個嘅下個月我嘅頭毛嘅時，看伊個 still 安尼看無毛，但是講伊那是會生到對。我就是想講，我 accidentally 加掉一成度對嚟講，我咪是免插腰。嗰陣時 still 有，特別伊想講是有毛慢慢生到對啊。我是想講伊未生毛起了誒，我想撩人的啦。然後我們接受啦，冇插嗰個毛，伊是後頭啲後尾我自己未看到，所以伊是當先我 maybe 當叫我變過來，我冇看到。我就是我變過來攏看到，到啲。我這邊 left side 這，攏看到。冇啊。這邊我攏看到，差唔多軟正 focus 下，正冇啊，成日都東嘢啦 ，maybe。哦，ban隻
itu yang peng tampo 正嚇，lo tampo ha peng 正嚇，對有看到嚇，所以我感覺到伊成日有聲都啫。伊成日我幫伊時，我要幫到伊個毛，伊成日滴毛生出來都對。So 我是maybe 是生都對啦，我當然幫到成，因為我幫到伊成日有潛嘅呢。但是伊個生都對，他並是有生都對，你就買關嘅。OK。嚇，因為伊是 stretch ball patch 嚟。到時我冇想到講 stress 不然呢喎。知嘛？嚇。แล้ว過後我去另外一個我朋友，伊是開salon嘅啦，แล้วยังหน่อหลัง嘅事，แล้ว我去點解嘛？我講你看我頭毛，安尼看就。嗱就好。我講唔知是有病啊，啥物啊就，你講，哎喲，這是伊講這是你 stress 會，因為我係你朋友嗬，伊係 stress 啊，因為是大波嘛，成個愈嗬，伊後尾會有但伊 stress 時唔是一笪呢，伊出頭嘅時是兩三笪呢，可能成個人掉太過啊，可能哇，所以講伊 stress 時就會走出來嘅。OK， 好就有個人講，你我就是奇怪講。人問我講，你是講掉啊，還是成日 injure 掉講掉係咪事？特別我都冇講掉我頭啊，我係叫我講掉一單嘅事是 after 我 discover 我有一單了嘅時候咧，我哋經隻 furniture for 我隻 shoot 嘅時，我特別借落來 test 時，我頭硬咧時，我覺掉後尾度特別，佢哋是 after 我看到有一坑啊嘛，同時 before， so。原來你講當然 stress 本會做掉，你看咧我話明白，人哋看咧，因家頭冇人會知，你家頭冇人看人嘅頭謝數。So stress 過了是一對生都對啦，生叫，嗱是講你 stress 過了咧，伊會生都對啦，是唔是？伊生都對嘅，伊會生都對嘅，所以伊是因為都是個人嘅嘛，因為我唔捌掉過，然後有一撮冇地去喎，然後都是幫佢一撮。是咕嘅嚇，對，會不會伊慢慢生嚇？你慢慢解幫掉淡薄錯淡薄一下，一生都等於是嚇，莫驚呢出嚟。然後我就驚到要死嘛。你冇搭一位，搭一卡。你啲波是搭一位。Right side corner，right side 嗰種。重要呀，頭毛重要。頭嘅面頂，重要係 right side。the right side， 冇多中，做個 the right side。所以你成個你白頭毛係咪一被砍掉啦？你頭毛長嘅，你會摘掉。頭毛你冇白好好嗬。要走出嚟。你冇白好好，你看到嘅。你特別用頭整嘅頭毛摘掉呢種個。都是 stress 嘅。即係阿 John 講下你long掉頭啊，我搭一坑嘅是真嘅，揾講誒，直接講嘅，冇啦，哈你是就講你掉傷過啊，有 scar， 有嘢哈你就是被生到對來嘅，你是 normal 揾講掉嘅話，冇可能頭毛會來嘅啦。你是係你 old wife still 啫。哦，落講嘅啦，冇一隻誒。哦，我是because 人哋點會，我是冇想到講，我冇想到講 stress 本會做毛，因為成日你講嘅意思，完全是一坑啊個腦波嚟行嘅咧，是冇毛去，骨嘅你望到伊皮成個骨去，硬咧，是骨咧，後尾是我頭呢骨。你我是好個仔一個成日都對我都未解決那個字，點解係八到對啊？我驚咯，我驚講唔知被 technology， 唔知被安怎，特別我先冇講老師OK， 我驚到時我唔知講，我是成日都講，那是冇毛，我講哎呀，唔要緊單，因為我家己未看到嘅數，所以後尾人看到我講唔要緊，迄個是我嘅 data 博嚟。你會查啲 SSD 去到啲邊嘅後尾，我係 MagSafe。tapi baru teknologi ane advance 你就係講你在做 implant 嘅嘛？特別貴啊！我講下你 implant process 啊，是真嘅，我感覺是真嘅甜，個真嘅好，不過因為我係硬嘅個，有去做。
我老我看你佢哋播聲我教佢講 ，it's okay， 你是無大話嗬，你是落毛話，天無大，我 still 是教你嘅，不要緊，你無毛不要緊。伊家己呢？伊implant 是安怎嘅？嚇，講話。伊 start 有 start 有整落去。你伊是整條我整落去。無 OK， 我教你講伊是安怎嘅，所以你要緊是如果 I still 有毛。你如果做，如果無毛咧，伊就蘋果做好咯。所以我想講我按伊個歌咧，伊是頭前係你 M 嘅微波咯，但伊個 M 真係大咯，然後係你頭頂係你轉嘅微波咯，嚇。所以樣安怎做咧？伊是規節，你免多落滾出嚟啦，但係伊是規節啦，好啲，你早早記起，然後伊就 start。講 OK，伊就要 check 伊 zone 咧嚇，點，嚇，伊嚟 check 伊 zone，講個路伊被播，嗱伊就點，every 點就是一個 follicle 被 plunge 去嘅坑嚟，所以就點咯，一成話你度了你頭位啊 ，OK， 這邊是被播嘅，然後伊有你後背啊，就是你頭後背嘅 lower part 啦，呢邊是。冇咁濟嘛，呢種是一樣你健康嘅頭毛，除較粗嘅，OK， 咱就被壓一個 area， 嚇，你就抹咯，一個 area 是我被壓出來咯，樣有酸嘅就，到底被挑咗濟，到被行咗濟，本來是一啲變酸嘅，然過後，伊就 start 了，伊點了好，話好嘅了啦嗬，伊就到了你頭嘅皮嘅位，就你拍白針。你是我看你 video 是，我感覺是幾恐怖、幾驚嘅process，所以拍目針哦，伊只大機咗，伊就要拍落佢哋頭嘛，所以伊就是直嘟 between 你頭嘅皮邊，伊針嘟這邊啊，伊拍埋藥，然後嗰隻嘟這邊啊，嗰隻拍埋藥，伊拍好，落佢哋頭就實整啊，因為你白藥最多了你 scalp 嘅位嘛。喲，會整個啊？你個倒落去，係啦，因為 imagine 你拍，你係 liquid 到了裏邊嘅位，你就會整嘅嘛。成個水整，成個 water retention 嘅話咯。然後你就倒去變成啦，伊就 start 跳，healthy 嘅頭毛出來。我看過伊跳嘅是唔是？伊成個係 apple core， 你知人 core 係 apple 嘅物件啊？看呢，伊成一坑一坑嘅嚇，伊下伊啲毛穿過伊嘅坑，然後伊嘅坑一頭 slice 去參伊嘅，就啲對到你嘅頭毛甲落去伊嘅 hair follicle， 伊 cultivate， 伊所種成個你。要去栽種嚇，你要刷你頭栽種嘅後背嚇，你去愛佢啲參見啊，呢佢啲嘅嘢起來嚇。你看上個迄個紅公啊，你紅公啊，你一坑你頭毛啊，但係有影是安尼，對，芭比多啊，對，然後特別伊若生過了嘅時啊，伊看了真正 natural 嘅。我看過迄個人做過嘅本。我就怪 miraculous 本嗬，that 伊會你會使寫 transplant 同你後尾會使加去頭整嘅仔咧，伊會擘過你我別記講伊特別拍坑，真偏苦嘅，我哦，真聽，特別你是咁解啦，你看偏苦是你無美女嘅把對喏，你未聽嘛？特別我講感覺答你知哦，我感覺伊係太死人，伊感覺答啦。我看到迄個人嘅時啊，我是感覺安尼聽嘅 process， 你本安怎嚟去做我心裡想啊，我咁願博達 and 伊博達，我本感覺伊 handsome 啦。特別我感覺伊做了嘅時啊，安尼濟年啦，我捌迄個人嘅當今是20幾年啦。Actually 啊，我當今我去看伊頭毛，我看袂出講伊有 transplant 喎，有影看袂出，伊甲會 natural 呢，and 伊頭毛佫真水。I mean of course 看袂出，因為是你家己嘅頭毛嚟嘛，伊仲是綁啲後尾仔去頭整了嘛。OK，特別我係啊。伊成個芭比刀嚟一粒，我看袂出伊一粒啦。對，伊就要生過啊。但若是當今人梅話，我感覺啊，因為一聽，但係20幾年哦，伊頭毛管會水喎。
and it grey tapi冇guarantee 哈，好是像 natural it grey，有陣時 it regrowth 㗎了啊 ，because 一做嘅時啊，伊頭毛是黃色嘅嘛，แล้ว伊是打波嚟啦，แล้ว伊當今伊做咧時啊，伊 grey 咧時啊，伊本就 natural and 伊是特到架 crooked 嘅，有陣看時啊，架係 natural，我想別掉咗 ，because 伊做嘅時我心啲想啦，唔知會成功未成功，我安尼聽，我安尼坐累。特別伊甲我講咪講幫去 try， 特別我感覺安尼幾年啦，20幾年 ，I think maybe agak 20年啦，我感覺咯，若是人問我啦，你古早問我感覺我係20年來唔知伊個 technology 個 improve 過，我感覺到，唔知有較便宜啲。improve 啊 ，because 迄個人我看到嘅是，唔知是19年咯，唔知是2002加是2003伊去做。แล้วเหรอ你特別用頭嘅毛，該使知呢？你使叫你卡別卡毛冇聲，你夾啲毛，夾啲毛是小啲，未，你特別頭個頭，有 feel experience 多了我按嘅按啲嘅位。安怎講啊？講因為嗱，我迄陣時是我按嘅哥啦，我按嘅安弟啦，參與馬啦，養貴手，因為我講去咁做咧，去伊斯坦布特去做是第一班機嘅，第一班機，阮第一個人去邊做，因為嗰邊第一個人落毛嘅嘛，所以第一個人去做，所以養啲嘅咯，看，了一個查某咧，伊個白毛做緊了真係水，แล้ว我按嘅安啲就講，哇！伊做緊係水嗬，我本來去做，所以就因為你就去做 implant 這是 transplant 嘅啦，伊唔是成個講你唔是嘅你多你 microblading 唔是啊，即是去摘毛。唔是 microblading 嚇，去摘毛，OK，我按嘅個是俾佢摘嘅頭嘛，所以讓白去，讓安啲去做順便去 shopping 樣，就去伊斯坦布 shopping 嘅。然後伊就去做，伊就講 OK 啦，因為白毛是 minor 嘅嘢嘛，所以伊就俾伊去做咯。特別伊就是用上咯，用綠頭毛。แล้วปั้นในถามอI mean from ในถามอเป็นใจคือเลยแบบใบมอเลยแต่เป็นลูกไอเลยถามอมันสินุยสุนใจคือเลยแบบใบมอไก่ซุย嘛冇錯呢時ถามอ是 QQ Maggie มี錯แล้ว imagine ใจคือเลยแบบใบมอ係สิเป็นอะไร咧所以一出來嘅時候錯我哋笑啊咩事啊因為一頭毛是翹嘅個菜嘛，所以變咗一白毛亂聲，一冇做了成咗一個 direction。自白毛，自白毛。一變咗一特特禮拜嗬，一特別去 salon 去好像翹一白毛翹緊，所以阿婆嗬一向等啊一聲出來哦，就是亂聲。就係你白不嚟白毛。I see，特別如果別使講，如果別使夾白毛嚟 transform，because 你個撩起，你白毛就撩起嘛。你就冇教啦嘛，按咗去變個格仔咧，所以 only option 就是你頭毛咯。這裡是叫愛水賣命啊！這裡。我同你講笑啦，我老婆知今時今日啦，特登揾講啦，呢度講啊，哇！呢度講啊，即是一次人做過第failure beauty surgery 被 undo 啊嘛。咱而家就淡薄時，咱會講剃毛、斑毛，當今嗰啲摘毛，咱是為咗身軀嘅毛咧做咗一物件。喂 ，OK， 咁講身軀，當講到身軀嘅毛啊，魚仔咧，魚仔嘅毛。我冇學過魚仔毛啊！我講我就係嗰啲魚仔有毛。老人有嘅啊，跟你講，老人有魚仔有毛嘅啊。古早有古早嘅人。古早咩人？有係咧，我古早即做工嘅manager 啦，伊是新嘅，新是綁架啲嚇，人成成個睫毛嘅嘛，哇！伊魚仔嘅毛啊！實質你都看到，伊唔是錯啦，大魚仔伊無錯嘅，
伊是油嘅，特別都看到成個 Maggi 麵，玩 QQ 玩炒一炒玩出來。人是無關係呢，人是無關係呢。其實你這濟人嗬，你看到這濟無相所在為人，伊個毛是隻白嘅。因為你伊個手啊，你會看到伊手一邊嗰條卡嗰條。I mean of course 我紅是阿毛，所以伊個手本是有毛，特別伊隻是個動我手嘅咋。伊講你手個骨嘅，所以幫人哋伊個見到伊幫到一個雞皮，伊幫條毛呢嘛。伊只隻啊？伊隻，伊係夾筆啊呢 ？Jazz 掉，伊 Jazz 冇毛，阿妹個隻冇毛。But I don't mind 啦，I don't mind 啦。特別伊個手。伊個手啊，阿種伊個手是 QQ 嘅，還是很順順嘅 ？QQ， 應該阿毛有兩種嘅咋，樣手有毛，有嘅是順順嘅，反正一條呢，แล้ว有嘅是 QQ 嘅。I think 是 QQ 嘅 fluffy 嘅，你特別特別伊無 Maggi 麵咧 Q 啦，特別伊是 Q 毛咯，所以伊生，伊唔是講白白骨骨 fluffy 嘅啦 ，fluffy 掉，然後伊 fluffy 啊，然特別伊個頭毛色是真正淺嘅嘛，伊頂到嘅時就淺咗呢個白毛嘛，所以伊當見伊個手啊，你看到伊手嘅伊身軀都是看是成個無咪看到毛，因為伊頭毛伊毛淺咋，唔是伊無毛咋，所以你會幫到是會幫到，特別伊毛是淺淺，伊唔係講有人嘅食毛個愛好，你對看到較少。你科梅魯啦，還是講伊去山頂啊，伊去拍嗰隻鵝是，伊個毛是唔是會變金色咧，變成 stand up 去？哎呀，唔知啊，伊無咪去頂，伊先只狗。你看你嘛？而且我是唔知，我捌伊嘅時期嗬，伊都無咪去頂咧，因為伊皮膚只白，所以伊只去日頭咧嗬，伊對本咧伊袂頂咧就，所以我較只是 avoid 日頭啦。我本無咪是個日頭，嚇，我本是無咪是個日頭。แล้ว只只有咧，阿莫想講我嘅孫仔誒驚個了嗬，伊人去 swimming pool 係咪個了是清燈出位咋 ？because 像只白有在哦，แล้ว拍掉啊，伊會皮紅，嚇，伊未拍節掉，嚇，掉喂，伊想喂啱啱拍節攞，阿想伊坐啲 terrace 啉個啤翻攞點點咯，解啊，當然係成變 lobster 啦。哎呦，我諗下掉 lobster 嘅。迄種會變甜嘅嗬，喂上喂椰膏，แล้วก็ว่ากุนอะไรก็เลยยังสิเป็นกับออยล่ะแต่พี่ยังสิบางพักกับออยอ่ะยังมองเป็นกินสักทีรู้ใจอ๋อสมมติว่ายังชิวสิอ๋ออีชิวสิหาอีชิวสิดักเขาแล้วจะอีมองจะเป็นบลิชกินอะไรคนหมดละยังชิวกับยังสงกุย阿莫包係摸到有你講咯，阿莫包係摸是硬食啦，伊摸是硬食，特別伊拍日頭咧就變金色去啊。應該是伊毛面是變金啦，是伊變個黑咧，你計看到伊毛色。冇伊 bleach， 伊 color bleach 去嚇，要伊頭毛冇成你看。伊 discolor 去，伊 pigment 嚇變個淺去掉。伊變個淺去，伊是 dirty blonde 啦，特別那是伊拍日頭咧，是伊就變like 真正 blonde。特別那是講冇拍日頭是 dirty blonde 是安尼看咯。你人捌看？頂到嘅時我當見較少，而且我無閒啊當見，即係我唔知我洗手就結束。你在攞拿膏啊，頂到我拿膏嘅頂面啊有毛，但係無去喎。誒，啊是我卡位，有我班嘅時我班嘅，哈，你在拿膏嘅，你手打包應該有嘅。你我即個前軍老姐，你拿膏嘅頂面。I mean, OK， 拿膏是啥路啊？你拿膏，这个打，这个是拿膏啦，这个不是拿膏啦，顶面的，这 join 的是。講係家裡會歪嘅，係家裡會歪，但頂面的。我就係會啦。超 good。冇。你啊頂，嗱你不是拿膏啦，這個是頂面漸漸正人嘅頂面嘅底嘛，你正人是咪是你變內喎？Between 這邊是哪個？這邊是哪個？我去 Google。But anyway，係 between 這個腦質啦，這邊嘅是有人有毛嘅。
了煮只也是，往时下火下掉时火起来是会烧你味道啥臭味，就是烧到你手嘅毛。諗捌拄過呢？唔是講火本來 actually sometimes heat。有冇冇老闆？我是唔白啦。老直，我都唔白。我是冇唔白。So okay, go another thing 就是燒 long 直接擺燒成個頭毛啊，上面條燒過，然後鼻過啲毛條燒嘅味。唔係鼻過毛條燒嘅味啊，咯。我捌，亂咗臭會大味道。我是無小心想喺你整家แล้ว你頭毛喺閃過時一條燒咧嗬，แล้ว你冇啥掉，甚至你燒起來，翹起來，แล้ว臭會大自己臭嘅，我唔知咩事。對，臭會大味。แล้ว冇話，佢一撮就俾。伊袂會盡量教穿掉，無一定翹起來，就好笑。伊成伊成個成個人誒咱你叫當薰，然後你家去煎咧。拍貴人電頭毛咪是要條燒咯，伊頭毛。呀，John 頭毛你講你可以合起來哦，條燒吼，誒有影，嗰時我古早做你特班日機嘅上班做嘅嘛，所以伊有一個 amigo 啊 ，Mexican 人叫 ，Mexican 就睫毛嘛，吼，伊個 shoulder 頭，伊個迄個就係講伊個 elbow 起去吼有毛嘅啫，特別伊個手。伊手，但伊個 I mean 伊個 wrist 伊搞個伊 elbow 位啊，後邊冇咪毛。哦，因為一直下就做啊數。伊就做 show 嘛，咁我哋會嘣起來。對，所以搞得笑搞得起。伊有講過啊，伊是該笑個了去。迄個clubhouse juice 叫咩名嚇？你胖講伊 hair dryer 燒伊毛。哦，安尼我捌味過啊，because 我也臭味。嚇！對。臭會大味啊！你看到？我捌著過咧。OK， 來。hair salon 冇味道嘅啦。哦，是啊。所以我會講卡毛 ，waxing 卡毛嚟保健店嚟講就，伊個 process 係安怎？我唔係 wax 佢。你去 salon 啊？你去 salon啊？伊係伊 warm up 出嚟物件，然後 wax 叫咩？你就俾辣。OK，แล้ว伊唔知即係青色嘅。伊唔是用藤嘅咩？แล้ว係伊唔是用藤嘅咩？叫 sugaring， 一類叫辣。哦。honey wax，tapi唔是藤。一類叫 sugaring， 對。有為是依種。sugaring 佢使做薄乾，你知一時佢磨薄乾嗰個磨。問下你叫呢度。講個磨，講個隻。OK， แล้วOK， 所以แล้วรู้สิลอง辣啦，แล้วรู้特別安怎 treat， 你特別想消毒啊咪？我感覺對嚇，特別長液嘅啥咪特別 prepare。消毒嘅咩？寫是冇啊。哦，所以你看自己冇使個你長液，係是切 alcohol wipe 咪冇呀？冇。哦。因為是冇 alcohol wipe，有 alcohol wipe。Especially 都是做 private part 咧，特別佢可能用像一個 normal baby wipe 嗬，wipe 掉像 maybe 有淡薄垃圾安環呢？我唔知，I mean 話。maybe 是要做喺maybe 做喺前期，so that 啲 wax 嘅會adhere掉，可能有可能是，唔是講消毒啦。會掉，伊是切成剛剛你 body 身軀有油啊，係咪？所以伊辣未掉，所以伊個你切可以前期可以油走嘅了咧，是就下辣。所以下辣我會記，因下一支 ice cream 嘅 stick 喺度嚇。有一支茶，成個你 ice cream 嘅茶咧。你有為是伊個嗰個只是幾，你有為是。伊是唔是個 one 一個 direction 嘅？一個 direction。我冇咩記哦，冇做嗰時都冇去看，我只估冇做啊！我實講你做嗰時平常時冇去看。伊是變看你冇誒 direction。看伊冇
一個咧，一對你冇 direction 是無關嘅，你冇 direction 是 based on 一邊貼哦，被貼到這裡，關係呢。所以一邊貼direction。所以一掃去，即一掃去，佢哋被貼嘅 direction 係是唔是？所以你使講你掃卡落去你才知。我知 ，because 我朋友是做安尼款嚟講。嚇。我講，你摸嗱是講是細安尼款啊，即係是你頭，即係你深深嘅摸咧，你貼是你特別貼安尼款，你若是貼安尼款你才疼。哦。伊because 我去改鬥做工，伊叫伊教我做，我甲講我唔敢做呢，我甲你收錢，我甲你聽電話，但係我唔敢貼。伊有甲我講過，伊講，若是講你嘅 roots 或者咩摸，你特別 tear away from the roots。哦，所以伊唔是特別 against direction，伊特別順你嘅摸聲 direction。哦。摸了較袂疼，若是你。哦 ，actually 我頭腦是想講是 against。啊，只疼伊講。哦。我冇想嗰時 against，但係我袂記啊，只個。So OK，所以講 normally 咧卡 direction 是咧卡摸 direction 是特啲，咱嘅你 send 落去咱嘅卡仔有嘢嘛，對。Usually 個 direction 是特啲你 send 落去托卡嘛，所以你要播還是你特別播 from same direction 咯，特啲你落去你手對仔有，แล้ว after that 你過了是，伊想是。咩係地抓就咪一個布，哦，一個布，嚇，以前有一個一個 bandage 款嘅布，嚇，แล้ว伊就是甲我講，伊講你下你 wax 咗，你下你布時，你用你手，伊講 before 你下你 wax 嘅時，若是你消毒嘅時啊，伊嘛是上個他們講，以前有一個像一個 baby wipe 咁款做嘅咯，你用你 baby wipe 對了羽毛咁款行，對了羽毛行一個 same direction 啦，嚇。แล้วลูกแห่เลย wax สิลูกปุ่นตัวแล้ว same direction แล้วลูกแห่เลยปอยสิลูกปุ่นอย่าเลยลูกแหลมเลยปอยแล้วลูกตัวเบ็ดยองเลยชิวมันสาวๆเลยฮ่าฮ่าฮ่าแล้วอย่างจะเลย direction and then ลูกกันเลยหลังกล้องว่าแล้วลูกหันเฉียบอ๋อ distract อีหลังอ่ะจอนอะไรต่อเลยสิ on certain wax เนี่ยแล้วก็สิ soft wax mea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นะ soft wax mean soft wax 是近嚟 wax貼喺佢哋 wax 啊 directly 貼從佢哋 wax 從佢哋 wax itself 嗬哦嚇對我捌看過對你伊個 wax 係變咗只潤氣嘅算是對嚇哦แล้ว你做呢 sugaring 面係薄本呢幫咁啲你做呢我是做 sugaring 嘅 sugaring 是面薄面用 sugaring 是貼伊個 caramel 貼伊個 sugar 伊個 sugar 啦所以佢 sugar 變咗成個潤定嘅呢啦伊變成 taffy sugar 伊個 taffy 啊哦你知啊比較 sugaring 加比較 wax 你會使接會使冇摸過啦，你咪想有摸點先啦。所以是只是用糖嚟煮嘅嚇。而家是煮嘅嘛，糖啦 lemon，some lemon 咁樣嘅，煮 with the juice something like that，我未記啊。我就講過 recipe，and then 伊 basically sugaring 是較好過 wax 咧 ，because wax tends to tear off some of your skin。哦。sugaring 是點？哦 ，sugaring 伊袂貼到你，袂傷到你皮。伊袂 tear off the skin。哦，I see。OK，แล้วโปรแกรมที่你做嘅是 wax 還是 sugar？ 應該是 wax 嚟。แล้ว你嘅本是無係抓啦，無係薄啦，你嘅是規地伊 wax 貼出來。無，規地。哦。OK。真係快嘅 ，actually 人做啊。即係你係無夠。5 minutes， 前2秒嘅呢，5 minutes 下就做了誒。我家這是講我去做咧係，我是做卡咯，搬機卡，然後是我做搬機卡，你是講 above 你 knee 冇啦？嚇 above knee 冇，然後是after that 我做成個 pluck eyebrow 啊。嚇。eyebrow 唔係用 wax 啦。eyebrow 是用 wax 啊，是啊。冇啊，頂面是 trading 嘅是用線。我冇做過 trading，特別，但係你是成個印度人做嘅，佢你是地畫皮嘅，伊成個用佢哋線嘅架裏面。我媽曉做就我媽聽到，我媽教我，我係曉本嘅。
你嘅線啊，trading 是廿發，แล้ว你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นี่ยว่าจะอันนั้นเนี่ยแล้วอันนั้นคุยคำไม่อีสังกุนอีส่วนเจ้าตัวนี้หมออีสิสังกับแกบันที่ไหนเขาเนี่ยที่ลองใส่เบนโจเลยไหม epilepsy แต่มันลองก็มี epilator epilator 要做 trading 嘛 trading กับ epilator 差唔多像哦。都冇 skill 嘅。其實咁想啦，特別epilator 是用咩嘛？用啦，係吹嘅打咧，外面佢超下。都就佢有劍。特別好，我媽教我做 trading 嘅時是叫由手做，你唔要用嘴嘅喎。我就係我對 small 嚟看到，聽咗隻貓做 trading 嘅能驗，喺呢度捌看過。係用個手一邊咧加了伊個線啦，正咧I think 佢哋較快啦。我媽教我是做隻 loop 啊 ，loop 滾啊，你一邊你家裡咧開冚咧，咧開，然後一邊開一對成隻來隻去，然後呢，我媽是有家己做啦，我唔知班他們忙，未必是超後係嘛？冇，古早人是你track 佢裏邊摸，所以邊是摸啊嘛，所以你冇 track 啊嗬，呢邊較暗嘅啫喎，較沉嘅啫喎。哦，because 是暗暗佢就冇安尼這摸啊。所以看一個白。啊，那這邊 actually 我邊這邊有摸嘅，這邊我這邊嘅，我係接有嘅，那邊有摸嘅，往時我看到西邊嘅事啊。哦，我係 trading epilator 係嘅咧，你看這個看一個技巧。Actually, trading is a form of epilating because epilating 是Q 出來嘛，trading 就是嘛 ，because trading 是人嘅邊嘅模是正油，所以用 trading 嘅是加別安尼上的類配。哦，所以若是講你去用 eyebrow 啊，你起嚟綁嘅啊，伊就是用 wax 咯；你起嚟貴嘅啊，伊就是用 trading 嘅。哦，我朋友做兩項，so that's why 伊講，若是講迄個人來嘅時啊，你會 upsell 嘅嘛，你 upsell 啲 trading 樣，嘛是較貴咯。But actually it's better for your skin 啊。特別你若是講愛綁嘅啊，伊本來甲你做，伊用 wax 咯。伊就是做呢生理嘅嘛。我要再過一個Brazilian waxing。Brazilian 你是唔是講到底你是去 Brazilian 要留嘅毛還是薄嘅毛？係咪？嚇，冇留，加料啦，冇留嘅，清嘅料，料超嘅料。Brazilian 是清嘅料。嗱，講你去做薄 waxing 嚇，薄 waxing 我最少就咪叫做薄 waxing。有咩？有 shape 啊？有通做 shape 本嘅嚇。哦，你想想做一朵花是只 heart shape 入面咧？冇，嗰只是 heart shape 呢。哦，嗰只是 heart shape 呢。你講我咪 complex 嘅，我準備做只咁大係嘛？所以Brazilian 生肖嚟㗎。所以 Brazilian waxing 咧，伊就有幾種，一個就叫 basic 就是清氣嘅料。嗱 ，clean 嘅料嚇，冇毛。แล้วin between 就是講如果留呢度是 trim 邊啊咯，所以中午個留個。三角形。แล้ว有 butterfly 咯。哦 ，butterfly 係咩意思咧？所以แล้ว個butterfly 我唔捌做過啊。description 就是 the first is neatly trimmed at the front. The butterfly will only have the labia and the butt cleavage wax. 就是講後尾呢。頭前是 trim，冇 wax，然後阿爹個卡穿迄邊咧就 wax 喺前期㗎了。OK。Hollywood 就是一個 S 嘅，然後個 Playboy 啦。哇！你這部相誒，對，打波嘛是5分唔是啊？打波，你做應該就是做 basic 嘅，特別真係打波冇去做，因為要嘅咁危險，因為上個講你波迄邊。
Q 到你係變做 waxing 嗬 ，actually Q 啲 sperm in between 嘅嘛。你講 Q 啲 sperm 係啦，我看你你波拉係見。係guy 係咪伊樣咪是做 Brazilian，伊 scrotum 嗰啲計踢了，卡穿，scrotum 係 wax，係用 waxing，嗰了 wax 嗰了，卡穿啊，唔係 wax 嗰了。等我看Jessica Butterfly， 這唔是，這是伊個人嘅名。我是要吹看，我冇想 types of Brazilian wax。嚇！我send 我咯，等陣我俾我 send 你，應該多另外隻電話喎。呢個就真嘅 chat 嚟 ，Clubhouse 嘅 chat 嚟 ，Clubhouse 嘅 chat 嚟。嚇！等陣我開。等我 check 看隻相。哦。How to do description 呀？呢個叫 Manzilian 喎 ，Manzilian wax 啊。呢個啊，佢自己叫做 Manzilian wax。有咩是打波啊？打波誒。Oh, is it weird if a guy have Brazilian wax?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male? No, it's not weird. Oh, tapi我要看伊 pattern 是安怎？Brazilian 但係是無個了啦。然後，但係你講 butterfly 是卡穿木 wax。我 send 下你 link 過了 group chat 位啊，一個 chat room 嘅 chat 位。OK，我 copy。OK。伊無相應特別有 description， 有 description 好咯。誒，即馬來西亞啊 ，ringgit 誒。對啊，我去嘅店係嘛？哦。我到馬來西亞是我去。32塊呢，未辦機啊，啊未貴啊。This is the most conservative Brazilian. Fuzz is neatly trimmed and the small sides of the beginning line are wax. Okay. 聽，你人做嘅是聽。我吹到小英了，我吹到小英了。叫啊！我被再講伊 shape 現在。生做是會驚咯，但伊學路藍精藍咯。你有人講哦。學路藍精藍咯。冇啦，話你無呢聽啦，伊係是一個 professional 做好，你係是無呢聽，你頭一道你會驚，你夾夾聽呢。講嘅啦，打波未必，我打波唔知啦。我特別是看咧，我知道打波講。我特別是看咧 video 啊 ，because 打波係摸較技術嗬，較聽。OK，等陣嚟看。I don't want send 下你 link 我看啊。如果是 scroll down GP 你有看到伊隻咧。OK，我看到啊。咧 Brazilian 啊。哦。OK Brazil。我唔知講你。Brazilian 是嗰兩個隻 Brazilian with the triangle，就是 arrow point down 嘅，就是迄個。This is a Brazilian but leaving a triangle on top. Any shape can be left just as 即係而家是要做水做石呢啦。阿 John， 對啊，有一個 butterfly 安怎？冇喎，冇 butterfly 喎。啊，爬升。特別 butterfly，I think 是 butterfly 是卡穿，唔是頭前。卡穿呢？頭前 trim 呀，頭前無wax。OK。卡穿 actually 卡穿咧，即係咱就別講個卡穿是其實是得咯，卡穿是你嘅卡穿坑還是卡穿皮？我卡穿坑嘅位。我卡穿坑有毛嘅嘛？actually 我只少看到我自己卡穿坑。我咪夾佢夾看過，我夾佢夾啥物？你即往時你會聽到成鼻水啊！你吹佢哋卡吹皮，成鼻水時啊，然後你就要打 plaster 啊咩時候，你就要夾去照嘅咯。你爸爸看過，你看咧，出來啊！你話是去做 Brazilian wax 嘅話嚇，你做副嘅咧，你做頭前了嗰日，伊叫你冰過去嘅。
所以伊會做話路卡穿嚟咯，頂回去然後嚟叫你卡壓起來咯，等伊就做為話路卡穿為刷刷，佢哋是哇天啊天賦嘅白，講得做你太正。你別得問隻手把人哋篩出嚟嘅啦，都做關事啊就。誒，你係 request 係 numbing cream 嘅，其實講哦。OK， 你係考慮係 numbing cream。所以是而家真係卡住，我卡沙掉啲卡吹坑嘅，一把一配呢薄呢，我一翹起來是，因為佢哋配起來咩嚇？未，所以要 technique 嘅咯。未，一 stretch 嘅。哦。係啦 ，wax 又要係 stretch 啲 skin 嘅。哦，我是話沙就冇見咯，並配呢 tender 嘅。哇，卡吹皮卡吹，而且我是冇卡吹毛啦。是講我係你卡吹坑嗰邊都是有毛嘅，係你我嚟曬解哦，係你我嚟曬甜哦。你講卡吹坑有毛，對嘛？我哋寫是。唔係，我免。咁啱咯，伊無話sugaring 教你卡吹坑嘅啦。你是講伊無話教你卡吹坑嘅。你是 just next to 你卡吹坑嘅。你是講你 number 2嘅坑喎？係啦，冇打落去坑，卡吹是打落個 number 3咩？卡吹。You mean 你卡吹嘅坑有毛嘅咩？我靠 ，is surrounding， 你 rose 你卡吹坑嘅 rose 咧，特別個出去 is， 我靠，伊黃黃嘅。哦，伊龍膠啊邊。嚇，龍膠邊是 actually 是 inside 到啲你卡吹。皮南邊壓掉嘅是南邊 ，because 咱嘅身軀伊是壓掉嘅，但是伊無毛嚟講，你會剝掉皮嘛？哦 ，OK，所以伊毛是成個好 lubricate 嘅嚇呢。แล้วso 變做成個咱個掉毛就是安尼款啦 ，because 咱係邊嘅 joint 叮當嘅數嘛。你若是講無毛嚟講，你皮剝皮，伊咪是摩擦咯。對。掉甜啊！我夾啦，係啦，我阿沙卡吹喺邊條，嗰下面物件個啷仔，佢都未去 wax 毛，佢實得落去毛有毛身軀嘅毛，都冇講掉過。卡在哩，我係卡在哩講，係咪？哦，皮康掉。皮康毛，咁樣人有皮康毛。嚇，皮康毛 trim 我冇 trim 咪講我白，我直成啊，一 annoy 我，叮當，我不留皮嘅我皮康。就是講皮康毛嘅，係嘛？其實都係有人 yellow back 嘅，哇！哦，嚇，都有 wax，特別我有一個 trimmer 啦，我嘅 trimmer 是成一支嘅，成啊古話呢，特別伊未當掉，伊個開是呢，你是嘅呢掃，你未刮掉皮啦。我有，我係調人啊，是唔是？我係調人，我係 father-in-law。你調人對。伊嘛是真濟，你皮夾毛係聽嚟咯。你係，係咪糊？唔知咩糊？意思唔關。嚇，對唔關。調人是你昂叫你爸是調人。แล้วอีกวิจิอูแล้วไก่講話是嘛是成隻坎坷咯。哦，你直接看到一毛曬出來後，拖出來。แล้ว你知啦，老人啊，你 Christmas 嘅時隻坎坷俾 present 嘛，because 老人佢咪服啦。แล้ว就叫阿毛包俾佢 trimmer 咯。แล้ว阿毛包就俾佢伊啊，แล้ว你知冇？伊就講下咁時間啦，แล้ว明年嘅時啊，伊別記啊，伊個生活阿毛包嗰啲，伊冇阿毛包都知哦。呢時伊講，你個阿毛包講 ，because 伊是老人啊 ，I think 伊別記啦。伊個阿毛包伊講伊講即個somebody 可以，伊唔知係咪，特別伊感覺伊無需要，伊講冇嘢去用。我甚至上我講阿毛包你可以是你無解講，你叫伊用咩？阿毛包講無，然後最後所變阿毛包用咗。哦，你自己咩嘅教伊爸咧，爸個學到老啊嘛，我計講你大人你本是老，你先係實用嘅。因為就老人就保效，你老嘅時啊。皮康嘅毛唔較長，白毛色長嘅，แล้ว拖嚇，騎咧，即吉利嚟啊，吉利就坤車啊。係啊 ，Good morning。嚇，我點講有身軀毛嘅事。
有人講過頭先迄個啥物啊？迄個咩啦 ？Brazilian wax。嚇，有嚇，你捌做過哦？我有做過。你參加吹哦？參啦，absolutely bald。嚇嚇，貴個啦，冇貴個啦。貴個。頭前後尾。頭前後尾到了本是我有一個 complication 呢。嚇，啥物事？唔知做啥物嗬？一邊生奶奶咯就。Oh my god！喲，到底得落生奶奶，卡吹是薄薄嘅。大啲number one 嘅坑呢度啊。哦，啊對。邊啊。哦。邊啊呢度。係咪？你使講你講咩 ？That is why Brazil. That is why if 你做 Brazilian wax 咧，第一好是用 sugaring， because wax 一貼落皮嘅，然後你用 expose 掉哦。伊只家一個穩了 bacteria 會接，伊只家一個坑。哦，所以人就要做 Brazilian 嘅，人咁咪用 sugar， 咪用 wax。Yes， 你都按我 Ingram 會 cause infection 嚟咯。sugar 是 natural 物件嘛 ，and then wax 是 chemical 啊嘛。Geli，了 and then after that？ then later on 我 found out 啦，我是有 actually 我有 inflammation 你知道，我唔知就講發紅，發紅啊，我想啊，這個 inflammation 啊，做這個物件好較慘 ，because 我 after that 我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嘛，所以我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我想個inflammation 啊，較少去，所以迄個物件我家己好。哦。迄物件家己好 ，and then 佫無發紅，佫再一擺了。哦。所以當今你嗰啲 intermittent fasting 嘅啦，你平常當今。我有。但係 after 我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啦，我 inflammation 去迄度加了無去完全無去。所以即句but 我即句若是袂使講 I try 講 sugar， 我都無捌聽過，所以即句我做咯。我咪做迄個啦，我咪做迄個 Brazilian wax 啦。哦。你若是做 Brazilian wax 嘅人，較濟是賣毛了，你咪是你成日你有個碟毛。有啊，我真濟毛嘅。哦，你有板了，還是你可以生 trim 啊？我可以生，是講愛穿 swimsuit 嘅時啊，是講愛穿 bikini 咁樣你看下。我就做安尼款嘅。所以你個技能無快啲，你就無插啦，你就無插。所以你個碟本無版呢？有啊，我用 epilator。哦 ，OK， 但我話個 old 掉呢，哦，所以用 epilator。第一刀嘅時候，聽個半死。嚇！after that 做真幾擺咯，未啦殺掉咯。哦。OK， 你有人用 epilator 到底你會薄薄邊嘅，所以你會治你冇？哦，冇啦，特別細嚇。They are John and C。冇。嚇！哎呦！冇啦。C OK。tapi 唔是講我落架去薄薄誒南邊啦，啊，你是嗰啲頂薄薄頂面那邊沙格係。未啊，你只聽嚇。bikini line 冇未。bikini line 冇。未使係是只聽。未使用。冇 advice 咯，一下冇 advice。你好多時用嗰啲用卡膜呢嚇，卡膜加個碟膜呢，你好多用。少。超膜。個碟膜你得 stretch。個碟膜嗬，你個碟 stretch 你個碟皮，你 skin 你stretch 你個碟皮，冇你冇 stretch 亦夾掉你把。哦，對，哎呦，我買啊，我聽到我梗係聽。有時啊，夾掉把，迄時啊。哎呦，咪流血咯。冇，
because epilator 吼，你的engine 不啦，也 power power， 也叫什么 power， 也 power 啊，也 power 无安尼，所以毛也 Q 掉，特别伊的皮被压掉，伊压掉特别被帮助伊皮。无啦，伊是讲捏到的时本无讲听甲安怎啦。特别应该我要看，我係諗看。straight away switch off 嘅 engine 咯，都 straight away 冚嘅 engine 咯，你嗰再。冚嘅 engine。我係諗看我頂次時我做我掉上掉嘅嚇，我係卡掉上掉嘅隻 scar， 唔是 scar， 我係 scab 咯嘛，我看掉。哎呦，個有 scab， 哎呦。攞三支整嘅，哎呦，因為伊個紅呢，特別嚇，伊隻布呢 ，actually 我刷我嘅lawnmower，唔是 lawnmower， 同我講 lawnmower， 唔是 lawnmower， 喂，你行路叫咩？走嘅你 exercise treadmill 嚇 treadmill， 我頂多是落啲會放經嘅嘛，แล้วว่าตอนที่ล็อกอินเมสีหาแล้วนะสิว่าอังไว้ยองหาอีกครั้งก็ยอง所以我講我刷出去啦แล้วว่า到是 assemble 是ตอนที่ไว้ปังกิ้ง嘅即係 studio 嘅 assemble 嘅嘛แล้ว到อันนี้ตัว地ว่ามาเกี่ยวไปชุด咯所以我就 disassemble อีกเลย定面嘅 console 係咪嘅啦掏出嚟แล้ว一啲 plastic 啊呢度係掉然後我直頭冰嘅我冇注意啊我靠落去我隻 plastic 乾咗漸嘅靠掉啊嗬一句我靠掉時，我個拉沙無拉沙條咋，我拉沙有靠掉，特別我無拉沙講係 serious， 特別我看到安怎我係你 plastic 講都有白白一條物件，原來是我規地皮起來。你皮then 伊就 start 流血咯，流血我特別當然 OK 啦，但係冇停啦。伊頭時我無管只停是淡薄呢，伊是真正薄，但伊只長，伊靠咗只長。特別白嘅我唔是做。看冇到，係咯，到時咯，這是我血健皮啊！呢部好個仔部簽，這是我血健皮。OK，嗱是講我摸嚟講就靠唔掉咯，嗱是摸嚟講咪 protect 我咯。當見冇摸就靠掉咯。你是哥利拉咩？一摸你未 protect 但我看我手無，而且你話手好，我哪手我手好，我無呢睫毛嘅，點解我手係睫毛？你卡斷你骨個，乜都冇。特別你看我毛只油，所以我是有毛，你看不到嘅。And then 好，你若是點板嘅毛，一毛較油嘅喎。冇嘢，我零頭毛就我把我零頭毛咧，但我每塊零頭毛是啊什垃圾咁 Q 起上嚟看。你講我唔捌 check 下你會馬上地記。你若是唔捌 check，但係是冇咧，你毛你應該係知嘛。我同佢講我規身骨冇咩有毛嘅，所以我冇想到黑地會有毛嘛。一個得嚟，但我講皮坑毛咯，魚啊毛人講啊，超。哦，我有一條。一條呢，什麼啥一條呢？一條毛，所以你特擺姑姑班一條啊，係咪？一兩禮拜班一道 ，because 伊真長哦。真長哦 ，and then 你是做對你吹短對面。我ชิ้น下卡。ชิ้น下哦。ชิ้น下卡。你係你是落來有啊是？拉沙到咯。你ชิ้น嘅有啊是得咯，啊冇，你是頂咗細漢大漢冇有啊成張？自己上個大漢吧你有哦。都一條呢，所以用對色板咯。你唔是用咧 applicator 啊？冇 ，because 一條呢，所以真正用看，真正用板咯。特別一條本是冰叫咩啊？聽。哈。聽好。嗰包你會人冇成條毛嘅喎，咱身軀嘅毛。得落有冇毛嘅？雞毛，你只有雞。嚇！
有人睫毛袂使擺呢，曉？我捌看睫毛啊，啥唔知危險啊，但係睫風水啊，是咩啊？咩風水？伊人講。有嘅人是無版，應該是伊真正學嘅呀，something like that。我想講是咯，我家己吼，你有啊？我家己有好幫嘅，我有一個記嘅，啲邊啲正倒手嗰邊是倒手嘛，是倒手嗰邊。我媽但買叫我買班 ，because 伊是一個福，伊人講一個福氣誒模來啦。目睭歹看咧，已經像老夫子咧，我感覺。你就留甲長長嘅時候，你後生嘅時候留甲長長嘅時候，你歹看之後，如果後生嘅個留甲長長，你袂到middle age 嘅個留甲像老夫子。一條還是幾多條？幾多條？你就老夫子幾多？你就你邊啊喙會飛變有條毛翻啊！有陣時講福氣嘅毛，但是我後生時歹看解死啊！大人都講。所以我特走是用假啦，無吹面咪得冇。我是無插笑嘅。你假是？等嘅時候先是 ，Oh my God， 成個老夫子。對。所以你吹咩當金咩？當金個有聲，你少吹面。有啊，我有聲過啊。特別你吹面啊。我咪就咪假嘅啦，我是假嘅。哦，哇！OK， 跳啲去 trim 伊，特別是幾那條啦，唔是一條呢？唔是啊，幾那條嘅。哇！別人就人個睫毛，有睫毛成隻係咧，成隻 rare， 所以嗰啲睫毛是紅嘅。人講咩啦？人成日講啦，要人家都唔知。要啊。OK， 然後小打，然後講嘅毛，啊，啲人講嘅了啦，人辛苦嘅毛。講嘅了頭講啊，一個毛咱無講到人暑假誒，尤其是查某暑假，白毛，唔是你 eyebrow 咋，你 eyelashes 叫咩啊？白睫毛，白睫毛，是唔是人去到 extension 啊？你白毛啊，白睫毛哈。白睫毛，假白睫毛，白睫毛，假白睫毛怪趣味，你知哦？樣嘅果黏一條黏嘅。哇！水果啦，水果。是唔是果？唔是果，你是用咧剁住粉煮。這邊有辣㗎你啊！剁住粉煮嘅果啊！油糊，油糊。油糊，死嘅油糊。伊是一條一條嘅，然後伊是看你愛做愛白嘅啦，來做加煮咧咩啦，還是你要做啥 drama 咧？做 drama 嘛，伊是一撮嘅。drama 是一撮，所以伊一撮 probably 有3條咯，所以一撮可接起咯。แล้วว่า normally 是做 natural 就是一條到了白睫毛，一條一條。伊是做喺佢等起嚇，還是較白？伊做喺一條，所以你較白。特別伊是一條，但是你白毛是1cm 啦，伊倒互你嘅係一條，本是1cm，還是較長無？無，你睇緊嘅。又無相嘅靚嘅，你使講你愛較長、較誇張，還是你愛較短？所以你平時是做上靚啦，是講你做喺白毛較高呢？我是有加減長淡薄，了較可以較白呢咯。因為我咪講，我咪做講成日講你成誇張啊！嗬，你是做咩嘅話？你白做上加。當冇人曬咪可能。條妹啦，咪就係冇人曬水咯。你俾我講未有？在。冇人曬，可能噔。就你呢？係按鈴嘅呢？特別成日話
我目睭毛個少，個搖，所以伊們講一突條嘅目睭毛，伊們係一條落去啊，是無超過100條嘅咋。哦，所以我唔捌算過，我個記數我唔知得幾條。真濟人講。你做緊你拉曬目睭會動哦，我拉曬成目睭上愛困嘅咧。我捌鬥過嘅頭埋摸一刀。你去做好嘅啦。如果是講用迄種 temporary 嘅，佢得動，是較重嘅，你感覺較 heavy 嘅。你拉曬愛困嘅目睭。夾嘅，我一條夾嘅咧。你別拉曬。用迄種夾嘅咧。你無拉沙掉安尼響，except 你講你去做迄種真 drama 真啊搞嘅咧，係你就 feel 會到。因為當然會咩啦，是唔是？有嘅人做了水，有嘅人做了無水。白沙阿三你講咩？我俾問三舅舅，你去做一條，伊當然會咩啦，是唔是？幾哪禮拜成個事？當然一哪禮拜啦，一個節。喂，佢講弄四邊嘅事，別使脫入邊，慢落咧。看你按怎過伊咯，看你按怎過伊咯。你別使四邊嚇，你無應該做目睭咯，別使做目睭對。別使四邊啊，你別使四。你四邊啊，伊四邊是四條嘛？啊嘛，普及目睭。我無毛誒，我真係熟㗎，你目睭毛，你看我目睭毛，我真正嚴。我無毛誒。你去做啦，你朋友都有做誒。我無咪毛本誒。我一點冚起了，我做出來是有 different 誒。我真堅做。做出來是有 different。你無去買，你假來鬥看。講真啊，謝啊。別，我唔敢打，我看真濟啦，特別都是上個三舅舅講上嚟冇人曬，了伊嚟看了我變 natural， 即看嚟講是假。你我目睭毛係，佢唔是講，我目睭毛，伊個唔是講翹起，我目睭毛是插落嘅，所以你打 extension 時咪是插落嘅咯。嗰度安尼咪上個冚個燈啊！你一路去看你點咪使去做電嘅咯？一個你燈就那個電嘛？哦，我呢安尼看 ，right？伊個物件安尼燈我袂曉。So 我你去 try 看咯，你去馬來西亞會使去做，馬來西亞去做即係毛目睭毛 extension。Because 我一個10月我有一個 wedding，maybe 我去做。去做啦，還看。我想我做邊做 ，because 我無目睭毛，我特看人用迄個 mascara， 我真驚用，特別我一落來我唔免用 ，because 我都無毛。特別會使係 mascara 咩？你係是洗是目睭伊毛會落個了去哦。無，我是聽我看真濟真 YouTube 嘅物件，伊人講若是講伊下了啊，你若是你愛下 mascara 本會，特別若是你愛個 natural 啦，你無下真濟 makeup，你免下 mascara 了誒。特別你我見啲啊，不是 extension 那個係 mascara。所以 extension 就免咗啦。自己叫什麼？extension 那你係啦 extension， 你國家唔應該係 mascara， 應該你背啲 extension 係當行格嘅嘛。對。你目睭迄邊你是盡量咪去做掉，咪去洗掉伊。冇洗，嚇咪去做，แล้ว你用 sponge 安樣去切你目睭安尼款嘢。你去 try 下，你去 try 下。Because 我目睭毛安尼少啊，我起毛嘅時候，我梗係驚講隔了落去，我實在聽到邊度啫。好個就係要生出來到對啦，特別本是上你幾條毛了咯。但係你唔知是，I think 我係對掉啊，無夠10個。你去 YouTube 會看啦，樣做嘅嗬，真正，因為上個一條嘅呢咯。特別話伊鋼啊，只油啊啦啥，做咩事？應該是只貴嘅，我唔捌做過，應該是貴嘅嗬。路邊多啲迄邊一正價嘅，差唔多50分鐘。我會記伊個唔是多條嘅是，伊個。喂，做了哈？伊唔知是壓起壓落，我會記伊係一點物件到對你目睭。你會貴咧掉。喲，你愛力啊？你多了，แล้ว伊 lift 伊用啥 Scotch tape 啊？款 lift 起來啊？嗬 ？lift 你白毛起來啊？嗬？แล้ว一條款接起去嘅。你去 YouTube 會看，我捌看過。所以你白毛。唔是白毛，目睭毛，係你目睭毛，一 extension，
唔是大了你目睭毛嘅面頂，伊是大了你目睭毛嘅阿底，明白啊？你 eyeliner 阿底，唔是你 eyeliner 嘅面頂。所以好嘞。目睭毛咯。啊，但係你講你使電嘅，我係嘛是把我係目睭毛就跌嘅事，所以使電可以翹嘅。會使電嘅嚇。Actually，會使用迄個 eyelash curler 淡薄。eyelash curler 是嚇，係你可以嘅成一隻。我硬，特別如果是講，你硬伊是單行一硬嘅嘛。如果是硬過後，你無用 mascara，是無用 any liquid 嘅時候，伊跌到堆。幾點鐘啦？伊根本是跌到堆嚟咧。如果是講你愛你翹水forever，成日講你成是真係擦落嚟，你咪去電咯。哦，電安怎？伊是有水電還是抓 ？lifting 有水。哦，有水啊！因為我使目睭就少。我咁講啦，我咁講你 secret 啦。你那是愛了一句嚟 eyelash 咗，是成個黏掉你 eyelid 嘅款嚟就。哦，我知，我講嘅意思，我隻 silicone 嘅 cushion 嘅呢，可能係隻尖頭呢，嚇，然後掃去顯嘅款呢，意思係隻 silicone 嘅款呢。你 eyelash 咪黏掉你 eyelid 嘅皮定啊咯。哦。你成唔知係作古，你背後你就頭落嚟咯。OK，阿什麼你講咩？阿明這是把你 secret。呀，那是這類是 secret，但我是 usually 冇跟人講，特別一個啦，就邊講啦嚇，咱正幾大人嘅嘛？那是講你有毛嘅啦，你目睭會生毛啦，你去甲你 doctor，甲是你 optometrist 嘅一個 prescription， glaucoma 會有水，你跌落去啊，你目睭毛會生啊。較長 and 較窄 ，because 我無毛，我用力用水無效。特別若是你會生毛嘅人啊，查某啦，這是 trade secret 嚟。你用 glaucoma 會用水，你 have prescription。glaucoma 係咩啊？glaucoma 就是你目睭有 pressure。哦，你係你唔知 pressure off 橋可能。我唔會過啊。แล้วว่า講那是講你無 glaucoma 你無แล้ว有係咪 side effect 個？伊人講無 side effect 嘅。哦。你點樣樣？伊是生較長，還是生較慢？較粗。長較粗 ，and 較窄。哦。所以有三類好嘅物件咯。會生較長 ，and 伊會較粗啦 ，because usually 真油嘅嘛，伊會較 ，and then 伊較窄。我捌用，我用了無用了，我去問，伊講 because 你都無毛，so all it does that is one of the side effect 啦。特別若是你無 glaucoma， 你抹了樣，講是無伊袂做你目睭。伊成白毛 times 3啦，你是 0 times 3，唔是 0啦。and 較長 ，and 伊會較長。哦。OK， 阿啲人嘅佢辛苦嘅毛頭講緊落下底嘅啦，講啊。因為我前面就俾個人講嘅咋。你個未困過啊？車啊！我不是被困，我是困車啦。OK， 阿老嚟。就俾個人講嘅咋。我困嘅陣時啦，我做棒嗰陣，做棒。我棒到咩？我棒到嘅啥啲 Island Glitz 之類只關出嚟，我哋啲驚攞咗暗暝，唔知幾點咪暗數暗暝啦，啲驚。係咯，不超時見到我 iPhone 就聽到人講 podcast 就講到啲物件咗。所以人講物件我覺得聽到個咧就係咯，我是啲棒裏邊咧，我是講嘅物件啦。我俾個人講。你叫做白隻毛咯就，哦，我哋講白隻毛，冇人應我就，我頭咁尾直接講白條毛咯就，哦，白隻毛，對，我直接講白隻毛，我講就鐵頭就，但係冇人應我就，我直接講，就是別，我記得我 live quietly，後來佢就接嚟就對，就是冇人睇到我講白隻毛咯就，我頭咁尾講我當劍咯，就是講就白條毛。是你忘掉，但係你冇只講掉。激氣啦！我聽起來就哦，咩是白針嘅毛係白隻。哦，白隻，成個人好白油嘅白隻咩呢？哦，白隻毛就是 eyelashes 嚟，一時係你白隻白隻，係你毛叫做白隻毛，一時另外一個字嚟嘅。白針呀？
接掉嘅接嘅，唔是接掉接嘅字聲。白隻毛本嚟使，anyway 一是隻啊，係你意咪白隻毛。哦，白隻毛，是白，冇你成個白隻毛啦，特別白隻毛是隔了，不是白隻毛，內種就你叫做白白嘛，白白是 eyebrow 毛你不是白隻毛嚟，哦，白白，係，一骨下邊嘅毛。了，OK，so then eyelashes 叫做白隻毛啊。叫白隻毛。Actually，我就是做網會教啊。教咯，我見到奇怪啦。我是你講就我講啊，做冇聽到我講話。我諗猜話。我猜嚟，我死哦！你俾啲困掉就講嚟。對韓國唔是嗰啲係你啊。特別查某人家冇鼻殼毛嘅咩？有啦，就冇鼻殼毛。特別我講我有陣時啊，我係鼻殼毛有陣時，伊聲咧是掉咧啊，真只硬固咧，我特別走去到咧，嗱啲 office 不是，即走去到咧，我夜夜去扳掉伊嘢啊，唔會流皮，你扳呢流皮哦，啊對，我捌看過當年一新嘅，我嗰時候有興趣買就是啊，伊成個一推車呢啊，特別伊是圓框，伊成個咧好板出嚟就，你知伊是，嚇唔係你咪買過啊？你知伊是咧轉嘅嘛？一直轉咧，伊刮咧毛嘛。哈。你成日咧伊轉啊，我有攞嚟，我冇好用咯。未刮，未加。我冇好用咯。你冇 feel 到好用是，伊加未對嘅。伊是有可能個冇好嘅刮啲啦。伊加冇對，伊會加嘅對，特別伊是搖嘅加嘅對，到粗伊加未對。哦，我係只粗嘅，我係成日你話嘢嘅你。因為我覺得你最多就係正經事，咪錯。你做一個情形是啊，你唔知吧？比如說你綁住佢裏邊啫，你就壓咧，有可能一揪掉你毛咧，一冇對，一揪掉你毛咗。哦，真聽。你壓出來東西啊，哇！喲，老皮。哈，伊做咩數人嘅皮坑嘅毛嗬？伊接掉個咧，白蕉嘅，迄個白油合邊嘅，你揪掉白蕉。你 Q 就皮卡毛，你把蕉會流去啦，把蕉會流白油嘅啊！別伊哋有筋嘛，伊有 nerve 啲咩有筋啊？皮康甲魚啊，兩邊有嘅嘛？哦，皮康甲魚啊，嗱，你看這後面人，我同你講，你所以我皮康就是咱食爽嘅嘛。對。你唔知咩？人講嗬，上家你知有嘅人嗬，嘅攞嚟嗬。嚟幫佢哋燒啊，你燒啊，冇好嘅就攞別嚟個筆嘅。你把燒，我只好人攞筆。是啊，攞筆你寫喎嗬。一條嘅，所以冇幾條燒呢嘛，所以佢哋學成卡條啦嘛。所以夾，伊有講過嘅，你夾久啦嗬，你把燒嘅件事嘅伊行咗呢把蕉嘅。哦，件事做嚟做添㗎。我阿龍，我個小妹妹如果係你白，你阿只 spell TSIAH 啊。哦，白隻毛 ，OK。白隻，一下夾隻隻毛。阿龍啊，伊是叫 tears lash 啊。In direct translation 是講你成日 eye drop 嚇嘛，嚟貼是唔是白接是？唔是接喎，係 eyelash 嚟。你成日夾接係接安尼聲，夾接係接。夾接係接，對，白接毛。白接。哦，白接毛，你就俾寫話，哦，是咩睫眉睫係啊？唔是，這係。睫毛是咩？睫毛唔是睫眉，睫毛嘅睫，眼睫毛，對，所以眼睫毛就是睫嘅意思啦，咱讀睫啦，哦，對，白睫毛，但袂使講一淡薄，我聽無，伊是，嗱，你講迄個腦骨板下面毛，了目睭會無好是嗎？對，超海有嘢超。哦，那是講版係。有隻老字就係個版嘅，成個彎嘅，我個版嘅。呀，伊講一版做版嘅目睭件事嘅都簽咯。哦 ，OK。
伊些做的一把酒會興去哦，唔知影響對把酒會興。OK， 我被小打，因為有隻網咁就即係好講，咪差唔多6點整嗰老師。今次即禮拜人講家人困一個再扯起來啊，到底 Island Glade 是家人講白隻。做幫到白隻冇個。對啊，好 dedication 就叫做 dedication。我啲結果真係鬼現歪嘅結果啫。我聽嚟死啊！我困住本來。好了，我被教人講，你人那是會去，你看，我會去看加工的話，即個伊紅係嘅summer加工，好了，那大條吼。因為我家咧阿三六三有迄個 T 恤了。你聽咧是無買咩？你無 size？ 我無 size 嘛。哦，你咪是買 XL 咯，你拍褲大成 skirt 呢？哦，不能使嘛。誒，如果無攤對嘅話，我對時交過時。哎呦，我23號對到 KL 喎。23號甲9 KL，我21號就對啊。哎呦，慘哦！慘。別緊啦，你嚟別人隨我咯。 No fit， no fit。OK， 感謝各位聽眾，這禮拜收聽了，感謝我人特別嘉賓羅賓 Google Meet 嘅 Clubhouse 嘅朋友來參與講價，早起5點幾啊，當今哇要6點啊咯，哇！感謝各位讓嘅支持加阿龍半暝個困了，冇俾家人個學緊話白節目，感謝下禮拜。咱過來收聽過一百里無相嘅話題，I think 下禮拜是幾個數？OK，拜。